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板桥一间幼稚园传出着真离经的管教，一个女老师为着要让囡仔乖乖来听话，竟然去甲囡仔饲这个爱困药啊！伊直甲囡仔转去甲家长讲，这案件才来现光，至少有3个囡仔来受害。这家长决定来报警，昨尾暗暝，警方到幼稚园来搜索，甲这个疑似涉案的26岁女老师带转去调查，目前是以2万块来交保。教育局嘛已经来介入，那查证属实，这个女老师相当会罚款60万，而且一世人袂使你搁做教保服务人员。会知影幼稚园的门口放满囡仔的号码含便当盒啊，这看起来真正常。不过幼稚园说谎野了讲，有老师敢若用爱困药啊，伫咧饲囡仔。被指控的这家知名连锁幼儿园就位在新北市板桥，有家长一得知消息，干脆决定把小孩带去医院检查。我们要去医院，也蛮可怕的，我没办法接受啊。学校看起来是撇得一干二净，可是早在这个之前，他们应该就知道。原来今年2月开始，就有小班的家长发现囡仔伫咧厝内切着性地歹、精神无好，阁有爱困的问题。囡仔才讲到，伫咧幼稚园困之前，老师拢互因食药啊，家长感觉无对当，囡仔就无破病，是安怎要互因食药啊？而且上少有3个囡仔有受伤的情形，所以决定报警处理。警察调监视器画面，将一个26岁生着的查某老师带转去调查。那论证早就伫咧12号，园方就打出公告，宣布租药到期，敢若做到7月底。不过家长讲，伫咧遮进前，就已经有人伫咧讨论爱困药的代志，嘛怀疑园方听风声，敢若直接调整监视器的设定，为4月开始，画面就全部无记录。如果查证确有不当对待幼生的行为呢，最终会裁罚行为人60万，并通报到全国的不适任人员的一个系统，将这个老师呢，终身列管，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。今晚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，这间幼稚园就伫咧新北基会附近，真侪家长烧钱抢名额，今晚标出证据，查某老师防死掉，尾也嘛以2万块的交保候还。监视器内底这消息一个外月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嘛是相关单位追在重点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